学哑语。刀的面熬做蹦子给你装冷面，葡萄面熬做蹦子房子，给你装冷面，同乡人脉动蹦秋海盗果柚刀的面，刀就是各个人，一个人呢要叫一头人，刀面做蹦子，蹦就是房，蹦子就是房子，干就自己，自干嘎子，就自己的，干就是自己，给你装冷面就是同乡人，装就是共，装冷面就是同乡人，同乡，这个冷字呢，这个乡这个字呢，繁体字是这样写，它的发音部分在这个狼字，所以这个乡这个字应该读狼，汉语的读音错误，脉动就是不准，蹦秋不准放心，海盗果柚，海盗就是哪一个，果柚果就是哥，有就是弟弟，有就是弟弟，所以汉语这个有字呢，它是朋友的意思，但是呢可能有这个字的本意不是朋友的意思，是弟弟的意思，有是弟弟的意思，果柚就是兄弟。刀的面熬做蹦子给你装冷面，脉动蹦秋海盗果柚，个个要防着自己的同乡人，不准放心哪一个兄弟，对他们不放心。用拼学吧，学不会记不住，这就是汉字，它就像一块砖，可以任意的搬到别的地方，还是这个字。